姜濤墮海獲救，稱不小心。今午出席活動，晚上飛巴黎。MIRROR 成員姜濤，尋日晏晝4點幾喺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附近墮海，先由喺岸邊嘅釣魚客將水泡拋落海施救，再通知附近嘅夜3號領航船拯救。姜濤由墮海至到被船員救起，歷時10幾分鐘。據指姜濤墮海之後表現好驚，幸好救起嘅時候仍然清醒，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療之後冇生命危險，再轉到私家醫院檢查。事後姜濤喺社交網報平安，話只係自己唔小心發生咗小意外，我冇事，請大家放心。隨後再貼上舉起手指公嘅相，表示今日將如常出席活動，同隊友盧瀚霆、呂爵安同埋李俊傑出席麥花臣舉行嘅真人 show 旅遊節目分享會。雖然四子有出席並與粉絲見面，但互動遊戲取消，將延至7月29日重做。活動結束後，姜濤就要到機場飛往巴黎出席時裝週。鄭欣宜復出亮相《我是歌手2025》，被讚譽她的歌聲是歲月釀造的蜜糖。鄭欣宜神隱2年，近月有傳喺加盟環球唱片，同埋今個月推出新歌，又有指佢同唱片公司高層喺酒店餐廳密會，為復出樂壇做好準備。尋晚湖南衛視《我是歌手2025》節目組官宣，鄭欣宜成為本周補位歌手，將喺周五直播演出。官方微博寫道：她的歌聲是歲月釀造的蜜糖，帶着治癒的甜與成長的收穫，期待他用音樂訴說對世界的溫柔宣言。今日農曆6月初1，正係肥姐沈殿霞嘅80歲冥壽。陳淑芬同埋兒子，仲有肥姐嘅好友前往寶福山致祭。陳太仲特意帶上多張肥姐同埋欣宜嘅合照，同埋欣宜近年獲獎嘅照片，向肥姐匯報愛女嘅卓越成就。